坐住電梯上嚟嘅呢一個空中單邊位嘅別墅，仲係一個上跌嚟嘅 B 型。你睇下呢一個位置，咁呢一間別墅呢，咁啊一樓係有房嘅，而且嚟講仲有個3樓有個平台，並且係單邊位。佢嘅價錢180萬，送埋一個13萬嘅產權車位俾你，你覺得抵唔抵啊？咁我哋睇翻佢嘅一樓，一樓呢有房間，有埋一個客廳，有廚房同埋洗手間嘅。咁啊2樓呢就可以整2個大套間嘅。咁負一樓呢同樣係50幾個方，下邊個地下室呢係買一層送一層嘅，亦都係比較光猛嘅。因為單邊位位置又靚，咁上到嚟天台嗰度呢，同樣呢贈送個空間度呢，嗰個大露台有成50幾個方嘅，亦都係比較實用嘅。咁啊呢一款別墅嘅話呢係比較稀缺嘅，畢竟呢係喺下邊坐住電梯上嚟嘅，同埋業主依家賣緊嘅價錢呢係從195萬，依家直接降到180萬，送埋車位俾你嘅。如果話你對呢一款別墅感興趣嘅話呢，又想了解華發觀山水更多房型、更多別墅嘅資訊嘅話呢，你嚟啲大方啦，大方喺山鄉專賣別墅嘅，更多筍盤揾大方。